另外，高雄自25月尾暗仔就开始变大雨，雷公四那雨插多。早起公山沼青拢传出淹水，造成民众受困。盐埕市场嘛做水灾，市府半暝是紧急宣布全面停班停课。早起市场当期卖也召开大水库的应变会议，只是各单位要掌握天气的变化，随时注意防灾。在旗山美浓，包括大树、内门、田寮，那都有时雨量超过100毫米啊，那甚至累积的雨量在大树地区也高达600多啊。那过去高雄1年的下雨量呢，那大概是2500左右，所以简单讲，它几乎在1天内就下了1/4的年雨量。早起伫公山沼青拢传出淹水，造成民众受困。警方伫一台轿车救出母仔囝3个人，加在人拢平安。另外，盐埕市场是做水灾，上悬淹到30公分。因为26高雄停班停课，本地今仔日各中高中的期末考拢延到后礼拜日拜二举办。